嗱，墨爾本杯咧近10年只係得3隻南半球馬贏過嘅啫。咁你記唔記得對上5隻南半球贏嘅係邊5隻咧？嗱，我數再前啲俾你先。03至05年咧就係大花贏嗰3年啦。07年就係高效能 Efficient， 08年咧就係觀覽 Field。咁觀覽之後有5隻南半球馬嘅。雍容爾雅，雍容爾雅冇錯，2021年咁就係前一季嘅馬王啦，亦都係麥道朗同華禮納嘅組合嚟嘅。係信誓旦旦有冇贏？信誓旦旦冇錯啦，2019年啊，就係10年嚟唯一一隻4歲馬贏到，當時就係韋基力騎嘅。係，跟住古洞有冇贏過？古洞係沒有嘅。酒吧奇案冇，酒吧騎有冇？跑就跑過啦，好多次，但係贏就冇贏過。嗱，另外剩翻3隻啦，有2隻咧都係好冷嘅。有一隻咧已經撞種馬，彭城貴就冇錯，2015年嘅彭城貴就101倍，當時就係佩尼創造呢個奇蹟啦。係名爵特選，冇錯，上年嘅名爵特選啊，91倍杜倫騎嘅，仲有一隻就係做種馬嗰隻啦。種馬諗下先，2009年嘅，香港唔算好多嘅，白布朗騎嘅。勁震撼，冇錯啦！2009年嘅勁震撼啊！呢隻咧就係對上第5隻贏墨爾本杯嘅南半球馬啦。